的歌，你敢有聽？無你作伴，阮的生命剩一半。總是希望你會對阮來疼疼，寫在你是無情無義的伊人。總是希望你會願透心為存，予阮的春天啊溫暖心愛的。為你唱的歌，你敢有聽？無你作伴，阮的生命剩一半。玉芳這首歌唱了足好誒，非常好聽。有提出你的水準，嘛有聽到你的緊張，兩位攏非常非常厲害。江湖人稱黃勝雄老師，江湖人稱而且練武公主翁玉芳，我覺得你們兩位都是100分。謝謝玉芳呢，老師好。玉芳這個歌，我覺得你們今天兩位都很棒啊。就是玉芳在唱這個歌的時候，我也在想說，難怪那麼多觀眾喜歡看我們節目。就雖然它是一個素人的比賽，可是我們的水準完全不輸給職業歌手。真的，就是我聽玉芳唱歌，我真的是一種享受。好，然後聽兩位唱歌，然後會打到我的感覺。我是評審，我坐在那邊都會被打到，那更何況是觀眾。所以真的難怪大家都喜歡看我們節目，真的要靠你們了。謝謝。